趣味呢！大家新妇共一个时间有心，佮共一个时间要生。两位先生的技术吼，拢是一棒啦。是我是有心，我身材健康的呢。我你们是去国家生啊！给我的这个，阿母，哎呀，他出来了，小阿母还是。恭喜呢，恁拢考调啊！ 本来希望咱三个人会当做伙读初中的，这就是现实。每一个人的人生，拢会愈来愈无同款。阿伯，我想要做大人工，真正的大人工啊！因两个上帝要叫你替爱囡仔，你决定要爱啥人？你是爱上囝是无？明仔开始你免来啊！你想要做三伯？我听人讲哦。 迄小钟先生哦，足厉害的。自伊做三步了后，拢嘛是手过。咁考就好啊。大蔡先生，万一是我学师啊，我会好好学习。小钟先生功夫你拢学着吼。你带我去啦，不管有路无路吼，我一定去看阿玲嫂。我若无袂放心，你进来看卖，阿母。帮我起身，起来出来啊！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不会死。你跟清婷。 别人做代志，旁的是一个恶魔。咱双手命是一条性命。叫恁做三步一工，这句话一定爱记哩。5月19号暗时9点，台视《生生世世》。